看见我那件无色的宠服？那一辆无色的宠服啊，你是不是放在洗衫机里面，还是你根本还没洗啊？没有啦，我刚刚去阳台看过啦。奇怪，就是寝模啊。寝模？哎，不是，你干嘛一定要穿这个无色的宠服啊？你可以穿别的颜色的嘛。哎呦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偏偏天工业公司有个活动，规定每个人都要穿橙色的宠服。哎，算，我看呢，这样继续找下去，不是要找到何年何月何日啊？不然这样啦，我拿我那个朋友的这个蓝色的宠服啊，给你穿就好啦。真的啊？阿明哥，按姿势啦。那我来让天数标收房间。房间啊？哎，你还真好心啊！你表哥我都已经快整理完毕，你才要帮我整理房间啊！你如果要报恩的话，不然啊，你帮我去整理那个躺哈老 pencil。那有什么问题呢？反正举手之劳嘛。哎呦，看不出这么勤劳啊！哎，表哥啊，你多久标收100房间啊？哎呦，你问到这个就问对人啦！你表哥我啊，处女座有洁癖，所以啊，基本上我大概是当年啊都会这个标收1次啊。哦，表哥，你真不愧是我们哈嘎人，有善忙的特质，很不哟。哎，那个宠物啊，那个惩肥啊，如果再不擦哦，都快看不清楚了。一抖音啊，出春门的时候，一号用报纸来出，听说报纸可以把窗户擦得很亮哦。哎呦，哎，我看不出来你那么聪明啊！但是我跟你讲哦，像那个窗沿啊，床头柜啊，还有座位啊，一定要有桌布啊来擦才会干干净净，而且才不会有这个尘肥啊。像我有点鼻炎啊，对脏空气都很敏感哎，只要有一点点不干净，我就会打喷嚏。哎呦，所以阿明哥，我要好好跟你学习一下，我要回房间好好编收了。哎呦，看着你要跟我学习，眼光简直是发光发亮啊！但是我跟你讲，待会啊，我就把这个手把啊，还有这个畚吊啊，老桌布啊，哎，全部都给你拿去好好的清扫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好好的学会清扫这个房间家里啊，以后才可以嫁个好老公。无色嘅床夫，无色嘅床夫，编收房间，编收房间，善忙，宠吻。